全台首个关心宫庙庙内有一堆泥塑的金童玉女，姓何东主爷公，相传有200多栋的历史。认东主爷做客囝的信众真多，根据庙方资料统计，至少有6000人。相传伊是玉皇大帝派落凡辅佐新皇爷保护囡仔的守护神。算讲较古早吼，拢有一寡囡仔官啊，是讲咱百日咳哦，种种的关煞。啊，借着咱囡仔讲吼，咱这东主爷公啊，互咱善男信女来祈求之时，会当去到咱厝里看顾，啊，互咱这小孩儿拢会当平安顺遂。啊，若是咱这做生意的，就是讲咱这工课不顺，就是讲咱运道不通。啊，所以咱嘛是借由着咱东主爷公的这个神威显赫。旧历2月12是东主爷公圣诞，庙方举办盛大的祝寿仪式，有诵经法会、伤兵课奖，兼做桥过寒丁可以，互信众会当消灾解运。做桥的时阵哦，就会请来咱这个12生肖星君哦，镇守伫咱的平安关城。啊，这当中，阮阁会激起5营观众来护持担架，伫咱桥头桥尾将军。啊，所谓咱讲的百花桥头大男女，表示咱善男信女会当过了关出了关，互因来保平安。关心宫庙独有的东主爷公，查甫的戴太子帽仔，正手提灵牌，倒手提龙珠；查某的戴凤冠，2个人的衫下骹有留一个蜡袋仔。真侪信众会放钱入去，互因买糖仔饼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